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第礼拜进前，咱先来练习咱所来礼拜所要吟的诗歌。首先，咱先来看圣诗340首，主求你人民歌。咱因为这有6节吼，咱应该是拢足熟的啦，所以练第1节到第3节。是圣诗第326首，326首，心和平，上帝圣囝。这是伊的曲是纽西兰的原住民的一个调改编的。是圣诗第560首，施恩上帝，荣光上帝。这首诗应该是不时在吟的吼。咱吟第1段到第2段。大圣为主公，南天
灵洗耳到遮。请大家备办心来敬拜上帝。
我的心尊主最大，我的神因为上帝，我的救主来欢喜。做伙来吟圣诗340首，圣诗340首。主求你怜悯我，请起立来吟全首。请咱犹原徛伫，做伙仰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众兄弟姊妹聚集伫遮，做伙敬拜阿罗你。主啊，阮伫你的面前，承认告白阮的本性是充满罪恶，阁时常得罪你，袂记起你的疼，离开你的道路，无好好应对你来恩赐。主啊，求你赦免阮的罪，教示阮，互阮知影阮的毋对，洗清阮的过失，也互阮跟对你的光来行你的路。主啊，感谢你保守台湾这块土地，互阮的生活无受到武汉肺炎伤大的影响，会当继续各种的活动。顶礼拜已经开放边境，互住伫国外的亲人会当搁较方便返来台湾。总是社区的疫情也未完全受到控制。主啊，求你保守台湾的疫情愈来愈受到控制，互大家会当过着正常的生活。主啊，感谢你赏赐阮真水的主要教室甲宣教中心，互咱教会的礼拜、课程
聚会、活动、甲停车，拢有真好的所在，会当来使用。总是教会的建筑基金犹原无够付工程的经费。主啊，求你保守教会的财务，也互会友了解教会现时的需要，继续关心代祷甲奉献。这时，阮要照主耶稣的教示，做伙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请咱来看圣诗的后面，启印文44篇。启印文44篇记载伫以赛亚书40章，咱做伙来启印。恁的上帝讲，着温柔对耶路撒冷宣布，因的罪罪已经很清楚。有声喊讲，着伫旷野准备上主的路。大个山谷拢要吞互甜，弯月下要解互直。上主的荣光一定显现。上主有安尼亲嘴宣布，有声讲，你着宣布。着讲，人拢亲像草，草会焦，花会谢。人拢真正亲像草，草会焦，花会谢。报好消息，予失安的人啊，着上关山。着大声喊，毋免惊。看，至悬的上主要带大官灵来临。看，伊抢转来的人要甲伊做伙来。伊要亲像牧者顾伊的羊群。伊要带遐个互羊仔树林的羊母稳稳啊行。做伙来吟圣诗326首，圣诗326首，心和平上帝圣囝，请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做伙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真理甲活命拢是你赏赐，福分的源头是对你来。阮即时要来追求你所要赏赐阮的道理，恳求圣神充满伫阮的中间，找保惠师来教示，互阮对你的话灵命得到培养，信仰得到坚固，活出基督的模样。阮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做伙来读上帝的话。今日要读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6章14节到29节。马可福音第6章14节到29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希律王有听到耶稣的事，因为伊的名传遍达所在。有人讲，伊是施洗者约翰对死人中古活，所以有关灵惊这的生者。毋过，嘛有人讲，伊是以利亚，阁有人讲，伊是先知，亲像古早的一个先知。希律听到就讲，是我甲伊站头迄个约翰，伊有古活。希律有派人去掠约翰，甲伊连伫监里。原因是希律有带小弟腓力的某希罗底做某，因为约翰定定对希律讲：“你带小弟的某无合法。”希罗底心内对约翰扣分，想要甲伊抬，毋过袂当照心愿，因为希律惊约翰，知影伊是正义佮圣洁的人，有甲伊保护。希律特别听约翰的话，非常不安，要久真爱听。希罗底的机会来了。希律做生日的时，办宴席，请文武百官甲加利利民间的领袖。希罗底的查某囝入来跳舞，互希律甲在座的贵宾欢喜。王甲迄个查某囡仔讲：“看你爱什么？做你求，我拢要互你。”希律阁对伊宣誓讲：“你无论求什么，连我王国的一半嘛会互你。”查某囡仔出去问伊的老母：“我着求什么？”伊的老母甲伊讲：“施洗者约翰的头。”伊随时赶倒转来，对王要求讲：“请你随时将施洗者约翰的头壳放伫盘里，互我。”王的心非常艰苦，不过因为已经对贵宾的面前上抓，就无甲伊拒绝。王随时找一个警卫去摕约翰的头，警卫就去监里斩约翰的头，将头壳下伫盘里捧来互查某囡仔。查某囡仔就互伊的老母。约翰的门徒听到，就来收伊的身尸，甲伊埋葬伫墓里。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搁照伊的话去行的人。
即时要请圣歌队阿萨诗班用诗歌带咱敬拜，因要唱的诗歌是梦的歌。即时，请黄春新牧师讲道题目是面对权力的宣讲。下世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今仔日阿萨诗班甲各队所带来这首的诗歌，特别咱看到这个歌词的中间会讲同心促进新世界。其实，这个新世界所指的，就是上帝国。咱要做阵来促进上帝国伫咱所徛起的世界。这嘛是教会存在2000多年以来一个真要紧的使命。咱参与伫上帝国的起造，伫这个起造的中间，也的确会付上相当的这个代价。一代过一代，这个促进新世界上帝国，这也是咱受呼召来回应主的。伫今仔日主日礼拜的中间，咱嘛要来召开中一改选的会员好会。选举长老这事是代议制度一个真要紧，也是长老教会的一个特色。这款的特色是要来显出万民该祭司的精神，选出代议士共同来参与教会的牧养甲服侍。
所以长老教会的代议制度，伫16世纪的苏格兰，就真实行。迄个400多年来，也影响民主制度非常深的一个宗教传统。长老教会创始者约翰加里文，以基本的神学理念甲世界观，通讲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一切应要归乎上帝。加里文伊主张上帝的主权遍及咱人的一生、世界的全部。所以，当咱愈敲吹一切应要归伫上帝的行动的时阵，咱愈会通显出上帝的主权。同款的，长老甲这次的选举，也是咱咧敲吹应要上帝的方式。咱谦卑伫上帝的面头前，敲吹上帝的旨意，敲吹圣神的感动，来选出教会的忠直。安尼教会的选举，都毋是咧考虑人有啥物款的关系、地位，还是金财，乃是咧考虑的是这个人敢有法度合法耶稣基督的款式，用处罗卜的形象来服侍众人，甚至是带咱进入迄个上帝国的新世界。这也爱请咱为着教会的存在，做阵来努力甲祷告。今仔日咱所读到马可福音6章14节，这个忽然间插入去这个施洗者约翰的故事。根据这个圣经学家James Edwards， 伊的研究真咱有讲起，伊会讲起马可福音内底有真侪三明治的结构，迄款的结构，亲像咱今仔日所读到的，其实爱对迄个第7节、13节，耶稣差派学生去宣扬福音，然后甲看到今仔日的经文，最后30节到31节的时阵，是耶稣的门徒宣扬了后，转来回报迄个结果。这个圣的位处，这个结果的中间，无论是耶稣差派门徒出去，甲门徒转来，还是中央行洗约翰的顺道，拢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宣讲。耶稣差派门徒出去宣讲，行洗约翰也因为宣讲受掠、关入监，甚至互人斩头。伫马可福音的记载下底，耶稣是施洗者约翰受关监了后，才开始出来宣讲。但是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搁较要凸显施洗者约翰是因为伊的宣讲，伊甲互人斩头。但是耶稣的学生并无因为安尼来惊吓。伫行洗的约翰，伊顺道了后，耶稣又原差派伊的学生出去宣讲上帝国的福音。我捌讲起马可福音是第一本的福音书，是伫罗马皇帝尼禄大迫害的下面所写的。迄当时的教会的领袖彼得、保罗，因拢线接来顺道。这本册其实嘛要问，咱的使徒已经顺道，但是什么人阁有勇气线接上帝国的宣讲？我想这本册是要来挑战迄当时的信徒，也帮助因去来明白这个宣讲的意义。作者通过这段经文的记载，要互读者去思考。若是耶稣伊会安怎做？当施洗者约翰受迫害、受关，耶稣迄当时安怎做？伊是出来线接宣讲上帝国的福音。当施洗者约翰受斩头了后，耶稣的门徒受差派来宣扬上帝国的福音。
安尼今仔日伫罗马帝国的迫害下底，基督徒什么人要刷接门徒，继续来宣扬上帝国的福音？马可福音的作者就通过这个圣的位置，这个结果，会提醒迄当时受迫害的基督徒，咱就爱去思考耶稣安怎做，咱才有法度来刷接耶稣伫世间上帝国的运动。那按照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伊的记载，讲迄当时已经有人透过这个暗杀的方式，来抵抗罗马帝国，要来复兴犹太的这个行动。所以上早伫安东尼的这个做总督的时代，都有这个匕首党，就是安怎摕底的刀啊去暗杀这款的行动。但是耶稣毋是用犹太人期待这款的武力的革命来对抗罗马帝国的无公义，反倒当耶稣是控制，无用武力来对抗。马太福音内底记载，耶稣伫客西马尼园受掠的时阵，耶稣的学生就有人摕刀啊出来将大祭司的罗卜的耳仔卸掉。耶稣马上对伊讲：刀啊收起来，见若动刀的一定死伫刀下。敢讲你毋知影，我会通用白来求，伊马上会当吊12赢的天使吗？所以耶稣有能力用武力来对抗吊天使，但是耶稣伊无愿意用武力，伊是通过恢复力的方式。甚至咱看到马可福音的后面，耶稣在面对受掠的时阵，伊无亲像讲惊神者来改变无，反倒当伊是取罗卜的形象，牺牲受苦。这款的牺牲受苦，拄凸显独裁帝国的无公义。所以耶稣毋是用武力去叫人降服。耶稣是用伊的疼，用伊的宣讲，互人去克服上帝国。所以，一个有克服上帝国的人，是因为听到耶稣基督的宣讲，是经验耶稣基督的疼，所以伊对上帝国是愈来愈渴望。若是安尼，这个世界就会当愈促进新世界。现在，咱来看这段面对权力的这个宣讲。首先，咱来看14节到16节。这节的中间，表面看起来拢在问一个问题：耶稣是啥物人？一般的民众，甚至政治的高层希律王，因拢伫遐讲出，伫因的目睭内，耶稣是先知，甚至耶稣是沿线线接行洗礼约翰伊的宣讲甲工作。咱爱知影，古早的政治宗教是一体的，旧约的先知拢是政治性的。面对权力的宣讲，因咧批判执政权力的君王，批判社会无公义。耶稣和这个希律王甲伊的人民，对这段经文看起来，因已经将耶稣当作是先知。换一句话，耶稣伫伊的心目中，亲像先知迄款对伫政治权力的批判。先知也重视重视这个基层人民受压迫的苦难。旧约圣经内底有记载，先知以利亚伊捌经过亚哈王甲亚瑟别王后。伫列王记上18章，就会记载先知以利亚对抗亚瑟别王后的暴力的先知，甚至以利亚先知吩咐民众将450位暴力的先知杀掉，
也因为这个事件引起王后亚瑟被下令去追杀以利亚先知。所以这个时阵，咱看到圣经的描写，耶稣互人当作是以利亚，意思就是讲耶稣伊对权力的宣讲甲批判，互百姓看到，哇，那亲像以利亚来到伫咱的中间，因将耶稣当作是先知以利亚。耶稣的名声传遍逐所在，甚至传到伫希律王的耳孔中。这已经在说明耶稣的运动已经引起政治上的注意。这位希律王，伊毋是耶稣出世的大希律王。耶稣出世的时阵，迄个大希律王伊有10个某，伊执政最后的10年，伊其中5个某有生查甫囝，5个因伫遐争大争权，所以至到这个王宫内底混乱不安。所以大希律王伊也6摆更改伊的这个遗嘱，伊互伊的大囝阿基老来统治犹太甲撒玛利亚。但是这个阿基老用残酷的方式来统治犹太甲撒玛利亚，所以至到本来犹太甲撒玛利亚这2个是彼此怨恨的，但是为着因拢平平受阿基老的迫害，所以2边联合起来，罗马皇帝来控诉。所以阿基老伊就受偷放逐到伫这个高卢的地方，就是今仔日法国的所在。所以犹太甲撒玛利亚后来就成做犹太省，直接由皇帝派罗马的这个总督来管辖。伫审判耶稣的总督本丢比兰多，伊就是主后26年到36年中间来担当犹太省的总督。这背景是要帮助咱来了解，大希律王伊过身，伊就将伊的土地分予伊其他的囝。这当时伫加利利分封地最王的希律叫做安提帕。耶稣基督整个时代，都是这位希律安提帕最王的时阵发生。安提帕伊参与耶稣的审判。安提帕伊也是杀死行洗的约翰的人，所以行洗的约翰甲耶稣都是伫这款政治环境处境下底，因咧面对权力的宣讲。咱煞只咱来看17节甲20节，施洗者面对权力的宣讲。17节安尼描写，讲希律捌下令这个逮捕约翰，曾经捌下令。这个意思就是讲，这个代志，这个记载是过去所发生的代志。施洗者伊受关押、受斩头，迄是前的代志。你也将这段经文施洗者的故事甲摕掉，你会当看到耶稣差派伊的学生到耶稣30节，耶稣的学生倒来回报，迄念会起来。但是这个念会起来中间，为什么要插这个施洗者约翰伊的故事？这拄这个故事是要互咱知影，今仔日耶稣差派伊的学生出去宣讲上帝国，这甲行洗的约翰差派出去的宣扬是类似的，拢是咧宣讲。但是咱看到耶稣差派伊的学生出去宣讲上帝国，毋是差派伊的学生出去享受，乃是爱面对所拄着的艰难。作者马可伫遮将施洗者约翰的顺道的代志记了非常详细。约翰受关押，是因为伊骨力摆
伊个指责安提帕王伊个乱伦的代志。这个代志发生伫主后28年、29年左右。安提帕伊有一回去看伊共爸告母同父异母的这个小弟腓力，腓力嘛是一个分封的王，所以伊看到腓力去因兜的时候，看到腓力的某希罗底的时阵，看到伊就安怎杀掉，就介意啊。后来这个安提帕伊去罗马转来的时阵，就将伊的某安怎甲离婚离掉，咱讲休妻啦。离掉了后，带伊的小弟的某希罗底。迄当时腓力已经有囡仔，所以安提帕伊的作为，并无符合旧约的讲的为着近亲留后代即款的规矩。所以，伫施洗者约翰的目睭内，这叫做惊奸淫。所以施洗者约翰伫遮批判这个代志，因为伊得罪这个执政权力的人，所以受掠关伫监。检采有的人会认为惊洗礼约翰安怎？婴仔事管伤济，你也莫管婴仔事，就袂受掠受抬。但是咱莫袂记的，安提帕毋是一般的百姓，伊是掌有权力的掌权者。有权力的掌权者需要受监督，因为亲像先知的监督迄当时政治上的腐败共款。马可福音的描写，耶稣差派伊的学生出去宣讲上帝国的福音。中午插伫约翰面对权力的宣讲，对权势的斥责以外，这嘛要表明宣讲上帝国的福音，有可能会带来性命的危险。同时，这也是咧表达耶稣宣讲上帝国的福音，伊后来也因为安尼来受难。伫全世界中间有真侪宣讲上帝国的信息的时阵，受掠受关监。伫中国搁较济，中国过去四川成都秋雨教会，伊的牧师王姨就是受掠关伫监，已经经过七八冬啊，人犹原毋知影伫倒。几年前，伊有几个童工逃到伫泰国去曼谷去摕迄个难民证，了后飞来台湾。飞来台湾，因就伫遐找会当帮站。当然又找到长老教会，因为成都秋雨教会，伊就是安怎改革中长老教会。所以因来到伫台湾第一个，阮就是要来找长老教会。所以迄当时我也参与这个救援的工作。当然，因即摆会当讲因的故事，因为因人已经经过五六冬了后，平安已经到伫美国去。咱个看，当因咧宣讲上帝国的信息的时阵，因会面对即款受压迫，而且咱嘛会通去有另外一种的对比，就是希律安提帕甲本丢彼拉多，一个是加利利的王，一个是犹太省的总督。这两个人，一个对约翰有好感，一个对耶稣嘛有好感。虽讲安尼，约翰甲耶稣因拢面对权力的宣讲，斥责迄当时的权势，最后因拢为着上帝国的宣讲付上因的代价。圣经内底讲，为义来死的人有福气，为着义受迫害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
面对关系的宣讲，一直以来拢是具有先知迄种先知性的传统。马可福音会甲咱讲，施洗者约翰受抬的原因，是因为伊指责希律安提帕乱伦的事件。这就哪亲像旧约时期，先知拿单无顾着家己的安全，伊去找大逼王，当伊的面来指责大逼用假冒害死伊的兵乌利亚，佮独取乌利亚的某别是巴。这两个故事真同，拢是咧指责有关系的人滥用因的关系。无同款的所在是，大逼王受到拿单指责了后，伊为着这个代志来忏悔，伊就写诗，真出名诗篇51篇。伊写这个诗，伊的忏悔。大逼王毋是咧甲人讲伊偌牛拄偌牛，伊这个诗是要互人知影，互人唱，互人知影伊做的垃圾的代志，爱人无掠伊做一个示范。大逼写这个诗的中间，伊咧讲起忧伤痛悔的心，上帝无看轻。这也拄拄是伊对上帝的认捌。但是咱看到，伫这段经文，希律安提帕，伊将施洗者约翰关入监，照马太福音的写法，讲希律想要杀伊，但是因为惊百姓，因为百姓拢认为约翰是先知。伫这20节，安尼讲，不离故伊犹原欢喜听伊的宣讲。这句话听起来真讽刺。希律安提帕，伊较爱听啥物人的宣讲？敢真正是听施洗者约翰的宣讲？无啦，伊较爱听是希罗底伊的话，较爱听是人的话的宣讲。煞者咱来看21节到29节，伫这最后这段的经文21节，互咱看到，迄是伫希律安提帕伊的生日的庆祝会的内面。这个生日的庆祝会，啥物人来啊？这个画面，互咱看到，除了希律的家庭以外，要紧的政治人物、文武的百官，甚至加利利民间的领袖，因拢聚集坐镇。但是相对的，这贵族的聚集，另外一个是安怎？受乖家伫监狱内底施洗者约翰。一边是追求关系的聚集，一边是为义受迫害的义人。迄个场合，一个是为着庆祝生日，但是对施洗者约翰来讲是死日，一个是生，一个是死，这款的对比。马可福音就是要凸显上帝国的意义，毋是人要趁着全世界。耶稣讲，一个人若趁着全世界，却丧失伊的性命，有啥物利益？伊会当摕啥物换家己的性命？无。所以伫遮咱看到，这个真无共款的一个宣讲的对比。约翰的宣讲是伊宣讲上帝国的价值。另外，咱嘛看到希律安提帕，伊的奖状，伊的奖状等于是伊的宣讲。伊讲啥物？无论你要甲我求啥物，我连我的这个江山的一半也互你。这通讲是伊对权力的傲慢，因为伊无权将伊的江山来互其他的人，因为一切
拢需要罗马皇帝的批准。所以希律安提帕伊的宣讲，甲施洗者约翰的宣讲，迄是真无共款的。一个是宣讲上帝国的价值，一个是伊关系伫遐的傲慢的奖状。希律安提帕，伊惊伊所讲的话失去伊的信用，若失去信用的时阵，要怎互正人来服？所以伊无会惊施洗者约翰宣讲上帝的话，反倒转互咱看到，伊是惊人对伊的看法，特别伫即个全国的自集的场合内底，竟然无人反对迄款的血腥。我想因拢诚做一种帮凶，所以约翰的死，甲即群人一体的行为，其实嘛拢相关的。旧约内面，先知伊咧面对权力的宣讲，付上性命的代价。今仔日施洗者，伊嘛面对权力的宣讲，伊也顺道。伊顺道了后，啥物人要来刷接？宣扬上帝国的信息。约翰死了，耶稣刷接。耶稣受定十字架了后，门徒12门徒刷接。门徒死了后，啥物人刷接？马可福音内底是写伫彼得甲保罗顺道了后，检差作者也会问：咱的使徒已经死啊？啥物人要来宣讲、刷接、宣讲上帝国的信息？这是作者留予咱来去回答的。迄当时的读者读到了后，因嘛会当深深去感受彼得、保罗了后，啥物人要刷接？面对权力的宣讲，咱通过这段经文，咱来思考两件要紧信仰的功课。第一项要互咱知影的，信仰必须关心社会正义，这个信仰才有意义，才会通彰显上帝国的价值。对经文的内面，咱看到两个场所，一个场所是啥物？菲律安提帕，伊讲排场，伊的庆生会；一个是约翰的场所，伫监狱内底听候死刑。一个是庆生会，一个是安怎？伊的死日，一个是生日，一个是死日，这是非常强烈的对比。咱咧看的时阵，咱敢有看到这个经文要提醒咱，唔通去追求关系、财富迄款费力的聚会的场所，反倒咱爱去看到，为着上帝国宣讲，随忙付出代价的施洗者约翰，面对权力的宣讲。一直以来拢是先知性的传统，旧约以来拢是安尼。施洗者约翰刷接先知的传统，这拄拄应证先知以赛亚所讲的：伫旷野有人画为主批判伊的道路，修直伊的路径。咱今仔日所读到的启应文，就是咧描写这段。先知的宣讲，先知伊咧做开荒，为着主批判伊的道路。行说的约翰，伊嘛是安尼做，会准备伊的道路。咱今仔日做基督徒的，咱嘛是需要准备迄个新世界上帝国的道路。11月底。大港节就要来啊！
当年的大港节拢是咧提醒咱，咱讲有备办好势，修直伊的路，讲主啊，请你进来。若是这个世界有缘无有公义，等于迄个大山、细山，佮踢掉世间人的路的时阵，咱是还未修直主的道路。所以咱爱修直主的道路，因为主要过来。行圣的约翰，伊正做耶稣上帝国的开路先锋，伊无惊权力权势，伊要宣扬悔改的信息。上帝话对人的内心会通带来洗清气的作用。这就那亲像希伯来书第4章12节所讲的，上帝话是活泼有效，比双面来的剑搁较利，连灵魂骨髓拢会通刺透。咱会通看到施洗者约翰，伊宣扬悔改信息以来，甚至面对罗马的统治者希律安提帕，伊犹原无改变伊的态度，伊关心社会正义，对权力者滥权傲慢，伊严厉批判。这嘛表明先知性的宣讲，毋是要来互人来讨人，而是互人欢喜，不是取悦人的。伊要坚持是上帝的真理，安尼这个信仰才有意义，才会通彰显上帝国的价值，才会通促进这个新世界。咱长老教会伫1560年，伫苏格兰起造这个制度，实践这个制度，就是有这款先知性的传统。对伫迄个权力的滥用，一定安怎抵抗，特别是对国家权力的限制。苏格兰教会是长老会，伊只有承认耶稣基督是国王，是教会的元首，是所有的人的元首。但是英国国王伫苏格兰的地位，无亲像伊伫英格兰迄款的，是最高统治治理者迄款的地位。所以英国的国王伫苏格兰，伊犹原爱宣誓，维护甲保存新教甲长老教会的治理。这是苏格兰一直以来有这款先知性的传统。咱的信仰必须要关心社会正义，信仰才有意义。苏格兰的教会，我印象真深，2005年的时阵，迄个8大工业国高峰会伫苏格兰的爱丁堡举行。迄当时苏格兰的教会一直决定，伫迄个开会7月7日下晡13点45分，全部的教堂的钟、民众敲钟要创啥物？警告也是要来抗议。为什么是13点45分？因为要表达全世界13%的人口制造地球45%的空气的污染，因要抗议这个好业的国家袂通提出全球这个暖化、气候变迁补救的行动。迄当时教会要提醒恁遮的世界的领袖，伫嘴咧讲，恁的权是来自上帝。现在教会就要甲恁讲，领袖的权是来自上帝。不但安尼，这个领袖应该为上帝来服务，互人民免陷落伫骄傲、
免受到迫害迄款无自由，嘛包括全球气候变迁，造成侪的气候的难民。这是迄当时苏格兰教会所表现出来。所以，弟兄兄弟，信仰必须要关心社会正义，啊，无咱的信仰就空无法度显示咱是军队耶稣基督。咱若失去先知性即款的提醒的时阵，教会就毋是教会，教会就诚做俱乐部。第二要紧的，当基督呼召一个人，是呼召伊来为伊死。这句话是德国潘霍华所讲的。伫即个月的月底10月28，台湾有一部即个女性政治犯的台湾电影《罗马狗15号》。我10天前，我去电影院看这个特映会。这个电影的名称叫做《流麻沟》，台语读做“罗马沟”，因为流麻沟迄是绿岛上稳定的水泉。听讲遐个所在有迄个罗麻，出入，所以迄段地人就甲称作罗麻沟。因为当掠罗麻啦，后来日本时代，甲称作火烧岛，将所掠到的罗麻关到伫遐，所以这个罗麻沟、火烧岛，拢是同意思。当然这个华语的翻译，甲翻译做流麻沟。这个电影是咧描写1950年代的火烧岛，就即摆的绿岛，迄个新生训导处，伊关押一批女性的思想者，这女性的思想犯受关押伫迄个所在。咱甲想看卖，敢是这个女性应该去找这个苦难？毋是啦。无人愿意受关押，无人家己去找苦难，是因为威权掠因、迫害因。因为伫白色恐怖的时期，迄当时有一个条例叫做《戡乱时期减速匪谍条例》，伫迄个14条，讲若是有即个匪谍去互人检举了后，伊的财产没收。这个没收了后，承办的人会通摕到30%，甚至伫迄个中间，政府嘛将伊的财产拢收去，检举的人嘛会当摕到30%。所以这个代志，有的人偷去甲人报。伊的钱就真做伊的，这造成迄当时真侪冤案、错案、假案，受害者无计起诉，因为后来警总裁测了后，有大量的档案拢烧掉。迄当时发偌济奖金、偌济冤枉事件，加害者是啥物人，拢找无啊。这个电影中间有一个女性，伊的角色是长老教会信徒的角色。这个女性伫迄个电影中间凸显伊坚定的信仰、坚定的信念。这个女性嘛是伫监狱的中间，是有一个抗辩思想的受难者。电影的描写，伊是毕业伫马街看护好训练学校，所以伊当时用无合作的运动、消极
来抵抗这个关系。连兄弟，1950年代，台湾这个思想阿嬷，因用因的青春受迫害，是为着追求自由正义。因的故事一个一个吹出来，写做册，拍做电影。这拄拄是要互咱恢复一体的记忆，恢复一体的记忆非常要紧。那亲像咱今仔日咧读惊世的约翰的故事，这嘛是咧恢复咱做一个上帝国子民一体的记忆。如果约翰的故事无写落来，咱的记忆就消失。先知宣讲上帝国的时阵，这故事若无写落来，今仔日咱的世界，咱敢有人会当做这款的反省？检查迄个也是真弱的。所以这故事拢是咧提醒咱，爱心内存着公义的价值。亲像耶稣的提醒，咱都爱先求上帝国甲上帝的义。所以，当咱咧读先知的故事，当咱咧读施洗者约翰的故事，若是递到行公义、好人民的故事的时阵，拢是咧提醒咱，咱来着上帝国的价值来跑走，促进新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希特勒开始造神了后，伊的营造，伊是民族的救世世界的伟人。咱台湾过去嘛捌安尼过，甚至希特勒伊通过秘密警察，这就若像警总共款，杀害有这个异议分子。希特勒杀害600万的犹太人，嘛杀害伫德国内面，互人当作是无路用的人。什么人？譬如讲，伊是植物人；譬如讲，伊判当兵。这对伫希特勒来讲，没有生产力的，全部都杀掉。这款真残忍的统治者，当初时有一位少年的牧师潘霍华，伊用信仰的角度反省国家的处境，伊反对希特勒的造神运动，伊批评希特勒，所以希特勒要抓这个牧师。这个牧师迄当时几岁？30岁啦，30岁。耶稣出来传上帝国的福音，嘛是这个年龄。所以30岁，遮尔有反省的一位德国的牧师，伊的批判，就互统治者惊甲讲，伊知影伊做的毋对，但是都无爱互伊继续讲。所以后来美国有一个神学家尼泊尔，伊是一个真出名社会福音改革者。伊知影这个潘霍华，伊就该安排到伫美国去大学做教授。所以32岁，潘霍华伊到伫美国，但是伊到伫美国，伊敢若短过1个月。伊讲伊的心犹原伫德国，伊讲上帝呼召伊转去德国，爱和受难的百姓徛做阵。所以迄当时写批互尼泊尔甲 say goodbye。伊讲我必须爱甲我本国的基督徒徛做阵，做阵度过国家历史上上艰难的时刻。假使我袂当甲我的同胞做阵面对这个时刻的试炼，我就无有权利来参与战后德国教会的终结。所以，这个潘霍华牧师，伊是用这款的态度，伊后来转去德国，伊捌讲起，
如果一个啉酒醉的人伫街路开着巴士伫遐四界乱撞的时阵，我做一个牧师，我袂当满足，干那伫遐怎为着受难者举行追思礼拜。我应该爱伫车顶阻止即款的代志发生，将这个啉酒醉起痟的人对伊的驾驶座扭落来。所以几工后，这个潘霍华伊就计划暗杀这位世界弄死人的驾驶希特勒。结果这个消息走漏，潘霍华受掠。1945年4月初9，伊伫这个佛罗森堡的集中营内底受判吊死。伊要吊死以前，伊托人带一句话给伊的好朋友，伊安尼讲：这就是结局。但是我的性命，对我的性命来讲，却是开始。听讲迄当时，伊交代完即句话了后，伊就跪落来，做一个祈祷，真平安行往迄个吊刑者。伫迄中间受吊头来死。伊迄当时只有39岁。伫人类历史上残忍黑暗的时刻，潘霍华伊的行动，德国人称伊做德国的良心。伫伊所写《追求基督》这本册内底有一句话安尼讲：当基督呼召一个人，是呼召伊来为伊死。当咱咧读先知的故事，当咱咧读施洗者约翰的故事，甚至看到行公义、好人物的故事的时阵，拢是咧唤起咱往上帝国的价值来活。愿上帝话帮助咱，互咱会通参与实践上帝国的价值，同心来促进这个新世界，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留落圣经宝贵的话，互阮看见先知的故事，看见施洗者约翰的故事，看见耶稣的故事。这个故事拢不断地挑战阮，呼召阮加入上帝国的宣讲。这个宣讲检采会拄着迫害，总是主，我也深信，圣神也的确会固守阮，互阮伫你的内面，会通得到自由，得到平安。阮为了台湾的未来，也仰望伫主，恳求上帝，你引带阮。阮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做伙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560首，圣诗560首，诗阮上帝，因光上帝，请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这时，咱要为着下面的事项来祈祷。第一项，为着今仔日中职改选互会召开；第二项，为着明年度的组织甲事工规划的开展；第三，为着台湾国家的安全甲亚太区域的和平。请咱做伙出声同心来祈祷。这时，请周家军执事带咱做结束的祈祷。至圣至尊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拣选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连结弟兄姐妹们成为济南教会的肢体。恳求主亲自引导今日长职改选和会进行，因为主你以信实应许我们，叫我们要彼此相顾，不可停止聚会，要彼此劝勉，激发爱心，互相关怀。求你引导会友们凭着信心，依着每个人的恩赐，成为教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求主赐下智慧，帮助我们推选出合你心意、具热心、有负担的长职，好协助教会各项事工规划执行，使教会肢体间彼此更加关心，同心合一，与主连结。主耶稣，你是教会的创始者，教会是你的身体，你时刻与我们同在。恳求主看顾教会2023年组织及事工规划开展，装备教会每一位同工，帮助每位弟兄姐妹们忠心倚靠主，使教会成为充满宽恕、真诚和爱的泉源，促进上帝国新世界，荣耀主你的名。慈悲怜悯的耶和华上帝，求你阿健康听阮，求你救阮，求你成做台湾家己的招盘，台湾的避难所，至悬的上帝，你的公义赶到诸天，求你用正手牵救台湾甲亚太地区好的厝边，拖伫遮的为着家己的利益，互相参详的对峙，因的议论。上主，你是阮的倚靠，阮要传扬上主你大权能保护阮的代志。以上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性命来求，阿门。这时，咱来奉献。
会众请起立，迎奉献诗来祈祷。请坐，请咱掀开周报来看通知事项。第一项，今日礼拜煞节要举行2022年中级改选会员好会。今日有2个议案，第一案是长老选举案。要改选2名长老。第二案是执事的选举案，要改选4名执事。第二项，本主日圣经学校因为中级改选会员好会暂停上课。第三项，要参加即礼拜六宣教会一日游活动的兄弟，请伫迄天7:45来到教会。要家己开车的兄弟，请伫9点半进前到自治的所在。第四项，这人讲堂定伫后礼拜日下晡3点，伫大礼拜堂举行，主题是还原历史路德的面貌。欢迎兄弟参加。第五项，这南教会感恩的义卖会，小等有补充报告。团契消息，第二项，博阿无小组今日中昼好会结束了后有聚会。第四点，妇女团契，即礼拜二上午10点有聚会。第五点，少年团契。即礼拜五上午10点有聚会。第六项，学青团契，即礼拜六暗时6点有聚会，欢迎参加。第七项，少年小组，即礼拜的聚会暂停。即时请赵贤长老来补充报告感恩义卖会的消息。这个义卖会是为着咱教会的后壁的宣教中心的改建的募款，已经办过2届，有办过2届。因为前2届咱较无对外的传讲，较无对外的宣布这个消息，所以阮今年是希望讲借着大家的力量，伫即个义卖会欢迎大家来参加。嘛欢迎你就是爱捐物件出来义卖，捐物件来义卖，嘛爱招朋友来买。咱若有物件，但是若无人买，这个事情也不成，所以说双方都要很加油，所以阮遮有一寡往下一页，就是时间是11月27日，早起11点礼拜三，礼拜三到下晡3点。伫个宣教中心的 B1 遐来举行，咱即届义卖的项目有一寡珍藏品，然后有古董，有首饰，有艺术的珍藏。阮即届嘛有摆2手的珍品，但是这2手都是爱新的哦，就是讲你厝内你有影用袂着的毋是讲你买伫的是你用袂着的咱会当甲管出来嘛有咖啡，即届嘛有咖啡，嘛有一寡食的。即届咱
中昼顿吼，中昼顿就是爱大家希望大家拢爱留落吼。啊，即个中昼顿教会出，但是爱大家爱买即个券吼，拢100块，一份100块吼，就是大家会中昼，大家同心协力，为着教会来募款。啊，内底吼，咱的义卖品吼，恁若有意思要参加，就用个甲娟长老、纯慧长老还是亚秀姐来甲因登记吼，就是讲你有要出一寡物件出来，啊上好是你若有来有图片，你即摆毋免摕来吼，10月底时才摕来就好，因为阮爱搁做造册吼。咱造册爱写好清楚，有几项物件，有啥物物件爱搁编列。因为你临时摕来，阮就是无法度接受，因为都会乱去。因为阮即届有一个原则，就是你摕物件来，咱义卖，你会当若是买去，你会当摕到奉献收据，买的人无。因为你已经摕到你的物件，虽然讲你出钱，但是你有摕到迄个物件。但是义卖的人摕物件出来的人会当，阮会爱登记的意思，就是伫咧遮，就是要造册，啊，就是你的物件来买出去，咱会依据你的金额开奉献收据互你。啊，但是咱遮有一个但书啦吼，但是你毋好摕遮足侪物件来，啊，但是拢卖不出去吼，教会嘛无所在通囥吼，所以爱把握，就是你会当摕你珍藏品吼，但是毋好摕较几厝金话，讲要规个拖拉机来吼，这是无法度吼，就是要操作嘛，较有困难。所以请大家你的珍藏品吼，会当摕来，但是你若讲较贵重。珍珠买落，若有影较贵重，你甲阮登记，啊，迄天才摕来就好啊，吼。啊，所以即个代志，希望是唤起讲大家对咱的建筑基金做一个协助，因为咱的建筑基金，到即马还阁真欠缺。金额咱会当看吼，咱的周报内底拢有写，咱每一年的目标是2000万。但是咱到即马，咱今年吼，还阁一半还未够，所以徛伫财务组的场，阮是希望讲大家会当出钱出力，为着即个代志来带倒。以上报告。其他的消息，请咱家己看。即时请牧师补充报告，介绍甲请安。而且我先来宣布，今仔日会员好会。咱的会员数是405人，不可抗力144人，请假76人，应该出席是185人。咱摊多啊书记应得长老这个登记是121人，所以咱有超过半数吼。咱所以礼拜后会线接来召开会员好会，这是第一项的补充。而且来介绍咱中间的来宾，首先来介绍的是林牧之，是杨恩老师以前伫台通识教育的助教，欢迎。接下来介绍的是香港的朋友彭燕玲、高启华，彭燕玲、高启华，欢迎你们。过来介绍的是庄庄的朋友，即马伫中央研究院的做研究的安香善，来请起立。伊是对韩国来到伫台湾，咧做韩国济州岛迄个政治迫害，甲咱台湾的白色恐怖的研究相关啦吼。欢迎。这是咱也甲咱的兄弟彼此请安，愿上帝施恩祝福咱敬大家。来，请起立，歹势无介绍到，欢迎。来，刚有无介绍到的兄弟，我看到波司长了吼，转来，
嘿，来，请起立，甲张老师，来，若无介绍着咱等下会后，咱个彼此来请安，来以上。做伙来吟上吟圣诗389首，圣诗389首，阿罗上帝至悬至尊，请起立来吟全首，吟诗煞，请王春新牧师教导。愿守护远望的上帝，互恁对日神充满各样的欢喜平安，互恁伫圣神的关灵得到满满的远望。但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极大的疼痛，由圣神的相通，甲恁正大家三个地地，对这是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咱今日的主日礼拜到这。咱休困5分钟吼，会当去洗手了后，佮转来到伫咱中间，咱就要来开始第2步这个会员好会的召开。